後我媽媽她真的不合格，抱我的手在抖電，失魂落魄。到我8歲做功課，給我氣到要打要拆。問我8歲的媽媽有冇好一啲對策？18歲的媽媽，她還是不合格，不了解我的興趣，把我朋友當做賊，管我今天的去處，管我人生計劃。為何媽媽的思想與我躲我的不合拍？但我知可能做得不是最好，肯定是得拼命來做到。雖然聽不懂我的傾訴，從不嫌棄我把苦水吐。歲月把他的身軀已經磨得不合格，體力天天下降，腦筋有時困惑。每個小小的病痛也會是一個驚嚇，只擔心那一天會天人相隔。其實已做得不可以再好，自問我亦不可以做到。可能當他在聽我的傾訴，默然把我的苦水吞進肚。有種愛叫做母親的愛，母愛能把天地覆蓋。而我的孩子聽我講了我媽媽的故事，他笑着說：爸爸，你是在說你自己嗎？